注意倾听众。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33页，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7节，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7节，就是解说甲努力自见莫悠悠。今仔就是要来说来解说下面，下面就是休念佛绝一世休，所以佫讲做休念佛绝一世休呢，就是讲休念忽然间若是断绝啦，安尼即世人呢就休了，休就是终止的意思。这就是将咱一个人的心念，该分为前念、今念、后念。前念当然就是已经过去的念，也现念就是讲咱现在这念。但这个现在这念呢，嘛是随时变成过去。譬如讲咱前的一刹那。甲咱现前的一刹那，甲未来一刹那，这可以讲就是非常的短。这个刹那，这是咱佛教所讲的名词。咱即嘛莫讲叫做刹那，来讲这个秒。这个秒，比如讲咱现主时的时刻是早时的6点10分，也1秒，安尼来讲。家庭，但是呢，这个1秒随时佫跳了变2秒，随时跳了变3秒，所以咱直接讲是6点10分1秒，安尼变成讲在6点10分1秒以前，就变成讲是6点9分的59秒咯，佫再过来就是变成讲6点的这个10分，也佫再过来则是6点10分1秒，也6点10分1秒，佫再过来就是2秒、3秒直直去。咱即嘛直直讲6点10分1秒，但是跳落去变成2秒啦。安尼即个6点10分1秒就变成过去。咱即嘛在即个6点10分2秒的即个所在。但是，佫一个跳变成6点10分3秒，安尼即个2秒又是过去，所以即个现在呢，随时啊变成过去。用时间讲起来，现在呢，随时变成过去。即个未来呢，就依对现在即个所在来，这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伫咧循环。所以，假如前念已经去了。今念也已经过去，也后念呢忽然间绝了，就是讲咱在进前1秒直直喘气，咱即马1秒佫咧喘气，未来迄秒钟呢，咱所无喘气，忽然间咱即个气已经绝，也哪里呢？就是表示讲死去，死去呢，所以就是一世休。一世休的意思就是讲，咱这世人就已经到这个所在终止了。这个休就是终止的意思。在东林寺院来讲今生未报此生休啊，他生未报此生休。这个他生未报就是讲来生的代志也毋知。但是这世人呢，已经是终止了。那这世人终止，到底来生是要倒去，也阁毋知。安尼，咱一个人是毋是变成一种梦梦渺渺呢？在这个所在，六祖甲咱提醒讲，休念佛绝一世休。这正正就是伫甲咱境界讲，人命是无常，因为是人命无常，所以也必须呢努力自见莫悠悠啦。毋通讲
咱伫咧学佛修行人也游手好闲啊，食饱呢无代志做，敢若喊过来喊过去，啊无要好好用功，也那呢就太浪费了咱非常宝贵光阴。在42章经，咱世尊啊有一遍就叫遐弟子来问啦，讲食饭啊，讲咱这个人的这个生命到底是有偌长啊？啊，有人就讲人这个生命敢若像食一顿饭安尼。为什么做敢若像食一顿饭安尼呢？意思就是讲，好人也一顿饭食了，太忽然间太旺盛去了。但是论来论去，咱世尊就甲伊解说，讲人命啊是在呼吸间。啊，人命在呼吸间，甲正所讲的孝念佛绝一世休，意思完全同款。啊，所以叫做讲做人命在呼吸间，就是讲咱一个人是因为有这个气伫咧吐倒出去、输倒入来，就是讲有伫咧呼吸，安尼咱才有这个生命存在。甲人讲这个呼吸停止啦，就是讲袂喘气啦，安尼这个人就是死去。安尼岂毋是讲是人命在呼吸间呢？人命在呼吸间，甲遮所讲的孝念佛绝一世休，这个意思，在文字上的表现虽然是无共，但是所含的意义呢完全同款。因为人命无常，所以要学佛修行，必须爱争取时间。不但是讲学佛修行争取时间，事实上咱世间无论倒一项代志，都必须爱争取时间。无论是讲做生意，无论是讲做学问，无论是讲发明产品，或者是讲发明科学等，拢必须爱争取时间。什么人若是会当好好来去争取时间，也伊会当好发明人所无发明，安尼伊就变成讲就会当好出人头地。或者是讲伊会当好研究一种的产品，也伊所出产的产品，人大家拢无，那呢伊会当好来赚大钱。所以咱在这个世间上，不但是讲咱学佛修行都爱争取时间，就是讲咱一般在社会上做任何一项事业，做学问也好，做事业也好，研究科技也好，同款呢，拢都爱争取时间。尤其是咱现在是电脑的世界，也这个电脑的世界，电脑的迄个变化，这是非常紧。我捌听到伫咧做电脑的人安尼讲啦，讲因即马，比如讲走去美国，也去参观啦，或者是讲去采讲啦，因即马去看所得到的进步，讲哇，这就是在现在是世界上是一个最顶新的发明，最顶新的产品。好啦，因即马将这个最顶新的发明、最顶新的产品资料，就甲伊带转来咯。但是当因从美国坐飞机转来甲台湾落飞机的时阵，那搁再另外新的产品又是搁出来，变成讲你摕转来这已经毋是叫做上新的。你看，这个演变偌紧啦，这个进步偌紧啦，所以在现在时进步非常紧的这个世界中，变成讲大家都爱求进步。也由求进步变成生活就非常的竞争，这个生活的竞争，事实上就造成咱人类的痛苦。所以科技的发达，到底这是人类的幸福，或者是人类的痛苦呢？这实在就真歹讲。咱过去科学技术呢发达无遐紧，所以譬如讲一个工厂、一个设备，你家本钱落来。可能会当互你用几十年，那现在是毋是啊？现在是呢，新的办法、新的产品新的技术直直走出来。所以你现在是该设备落去，认为讲这是最一定新的啦。但是经过免一年，可能你这物件要淘汰掉。你若讲下本钱下几千万、几亿万，
要甲淘汰掉。你一年来敢有他赚1000万、1亿万呢？这就是咱现主时的生理界，或者是讲工业界，也是非常头疼的问题。我拄则所讲，就是讲，这个时间非常的迅速咱一切呢都拢在演变中而且呢，随着这个科学的发达互咱感觉到讲，世间万事万物的演变呢，就愈来愈紧。所以在这个万事万物演变愈来愈紧其中呢，更加会当互咱体悟到人命的无常。所以咱呢，对学去修行就必须爱好好来去争取时间。尤其是咱年纪少岁人，毋通以为讲我即马才少岁，我才20岁，或者是讲我才21岁、22岁、25岁尔。我若是讲会当好食到70岁，我阁超50年的时间呢，毋通安尼想法。事实上，这个50年嘛，真紧就过。莫讲50年，就是讲100年、1000年、10000年，嘛是真紧就过。莫讲就是短短的几十年。而且在这个短短的几十年其中，咱是毋是会当好真正正常讲来善终活到几十岁老了才离开世间呢？或者是在这个中间天灾人祸受到这个病苦的灾害，也你未到老就离开世间嘛不一定。人的寿命这根本呢是无法度好互咱家保障，无法度家保证讲你在世间里头活偌久。所以变成讲咱呢，在这个世间加活1秒钟，那1秒钟算讲咱扣的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什么时阵要离开毋知。所以咱伫咧学区修行啦，必须爱利用每一分每一秒，时时刻刻爱用功正直。所以慧能大师才讲做努力自坚莫悠悠，休念佛绝就一切休。毋通讲开一个灯去，一切拢完啦，一切拢无去。为什么做一切休呢？这个休，伫遮所讲是讲停止。但是除非这个停止以外，这个休的意思就是讲，什么货都拢无去甲这个所在呢，逐项拢无。咱讲无啦。对咱一般社会讲起来，咱所有的这个地位名利、金钱、夫妻、子女等等，当然你一旦开若断去啦，拢爱放因去无法度好讲，互你搁带去这就是伫遮所讲休的一种意思。第二种意思，对咱学去修行的功夫讲起来，假如讲咱若毋是讲修行了非常把握，咱来先搁转，毋知要转来转去，毋知。像然讲做人，但是呢有假胎之味。这个假胎之味，就是讲你这世人也经过中阴身，搁再投胎出去，假一个胎，搁再投胎出去，你就袂啦。就毋知影真正的代志。安尼你若是讲现金，若是无真正深重呢，可能就袂记你要搁再修行。也若呢，一切呢都拢罢休啦，也都有这个意思伫咧。这是咱爱境界。迄边讲让我大乘得见性，乾姜合掌至心求。在这个所在应该呢，在每一句该加一句落，咱意思都容易了解。就是讲若用我大乘得见性，使乾姜合掌之心求。意思就是讲，假如咱若想要来悟，要悟啥？要来悟大乘，咱呢希望会到来得到见性。也拿呢，就必须爱真正虔诚，真正恭敬，爱合掌，爱以至诚心来求。伫遮所讲的意思，就是讲咱对大乘佛法啦，咱必须呢有这个虔诚的心，有恭敬的心，爱至诚心来去求才会使。因为这大乘佛法，这是无上的至宝，
这毋是属于咱世间法。咱世间法虽然是讲有遮个金银财宝之类，但是这个金银财宝之类啊，只会当互咱在衣食住方面得到较丰富。毋过，这个衣食住的富足，并毋是表示讲你啊，就是非常的快乐，非常的安乐。尤其是咱爱了解啊，像连讲你有差不多几千家的田，算起来讲，哇，你真有钱，搁再呢，田园厝地非常的济，但是你这千家的田，所修成的是毋是拢食累你不倒底落啦？绝对毋是。互你讲你偌大的财富，但是你一日所食的饭菜有限啦。互你安怎样山珍海味去食啦？我相信你一工啊，无可能讲食10碗饭，一工呢无可能讲食20碗菜。咱若是讲较少食的人，一顿1碗饭，一顿差不多1碗菜。咱现在时每一个人的营养已经拢伤过丰富，所以讲咱现在时人呢，拢伫咧减肥啦、节食。也拿咧，咱食的更加较少。所以你有千万的财产、亿万的财产，事实上你一日所食的呢，也只是遐而已。我再讲，咱一个人哇，有真正济厝，你这间厝啊，会使你讲是非常的大，内底啊一间一间。像是你讲一间厝大甲安尼，你这间厝几千间的房间啦，但是你会当困偌济？你暗时会当困的啊，也只是一顶蚊床而已。你敢有法度讲，这个身躯将来这千间的房间拢甲占了，暗时拢伫遐困，无可能。你所享受的实在是一假尔。也若呢，你其他的遮尔真济厝，事实上呢，只是互你带来真正真麻烦。啥物麻烦呢？就该管理啦，就该清扫啦。安尼是毋是麻烦？也比如讲，咱家财100万，田园厝摕一大堆，事实上你所食的呢，只是迄撮仔饭、迄撮仔菜。也若呢，遮尔真济的这个财产，遮尔真济的田园厝摕，对咱讲起来，在物质的享受，是有偌大的帮助。那从这个所在来去甲伊想起来，咱一个人啊，3顿有通互咱食饱，暗时要困有一个所在互咱困，也有衫裤穿，咱要出门有钱要坐车，要用有钱，我想那安尼已经是非常满足。所以咱世间的金银财宝啦，这呢，毋是叫做无上的至宝，这只是咱物质上解决咱这个物质上的问题的一个金钱而已。这个佛法就毋是啦，佛法尤其是这个大乘佛法，会当好使咱来了生死，来成就佛道，会当使咱来得到究竟的解脱。咱永远呢，毋免搁再在这个世间来受尽种种的痛苦。尤其是你若是悟到大乘佛法，迄个时阵啊，那世间的物件毋免惊伊讲一项无。像讲咱去西方极乐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迄个所在，为啥物啊？这个相依来相是实质，就是讲你想要爱有衫裤穿就有，你想要爱有通食就有。也西方极乐世界为啥物是金沙布地？为啥物连水池也拢是属于金银琉璃七宝之类？树啊，或者是讲所有厝，拢是七宝之类呢？咱必须了解。这呢，乃是咱自性的珍宝的显现。依照咱佛教所讲，咱这个心，就是讲咱这个本性，也名叫做讲佛性，还是讲真如，还是讲如来藏。这呢，
名词虽然是不同啦，但是意义同款。约伊的体讲起来是广大无边，约伊上讲起来，在这个广大无边的理体中啊，有这个无尽的功德。那这个无尽的功德，随着咱修行的清净人呢，就显现了庄严的世界。随着咱众生的业力恶业力所显现，就变成一个痛苦的染污的污浊的世界出来。所以讲叫做世界这款的环境，是由阿弥陀佛的大愿力所显现，也是咱众生本身的自性所显现的物件。那这款的大乘佛法，咱想要来得到，想要来明心见性，那必须呢，要有迄个虔诚的心，要出自内心的恭敬。但是你这个虔敬是要安怎个表现呢？当然啦，就是有外表的表现。这个外表的表现实际上就是合掌，就是讲必须有这个合掌以这至诚心来去求财产。所以这两句啦，就是说明大乘佛法的尊重，而且呢，说明讲这个大乘佛法必须呢，要有真正虔诚的心来去求，唔通将这个大乘佛法呢，看作真正无价值的物件。下面世言善知识，总是相处，以此修行，言下见性。虽去5000里，如常在5边。以此言下不恶，即对面千里。好勤远来，定量好气，一将文法，弥不开我，欢喜奉行。誓言就是慧能大师安尼讲啦，讲善知识啦。总是相处，这个总就是讲恁大家拢总，恁大家呢拢总啊，就是爱来上。那这个处就是采取来用，唔是讲干那伫喙来甲上语啦，上了更加呢爱甲采取，就是讲自这个道理爱甲提起来。提起来创啥呢？讲以此修行依照前面所甲恁讲这个无相记爱好好来去甲修行，爱言下见性。这个言下见性的意思就是讲，在我所讲的这个基文，才会话，在我所甲恁讲的这个基文的这个所在呢，爱当互来见性。见性就是讲来见到你的本性。讲若是安尼呢，虽去5000里如常在5边。你若是会当好依条来去修，会当来言下见性。虽然离开慧能大师有1000里，就亲像讲常常在慧能大师的身边同款。在42章经也安尼讲啦，这是佛所讲。讲佛子离我数千里，若是意念五界呢，必得道果。讲虽然离开我有几千里啦，但是只要你若会当常常想起我所制定的戒律呢，就一定会当得到道果。讲在这个左右呢，虽常见我，不修五戒，终不得道。讲你呢，虽然是讲在我的身躯边。常常在我的身躯边，但是你若是无修我的戒，安尼呢，结果我那是袂当得到。这呢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家所讲的这个意思。那不但是讲离开数千里，就是讲离开千里万里。就讲六祖慧能大师，这是在东调的人，到现在是已经有1000多年咯。那咱现在时，若会当看到伊遮所讲的这个机，会当好来上，会当好来修行，会当来了悟。安尼咱呢，等于讲也是甲慧能大师共一个时阵出世，也是在慧能大师的身躯边。讲以此言下不恶即对面千里。讲假若对这个道理，若是言下呢，袂当好恶。也若呢，虽然是对面等于是千里共款，
虽然恁是伫我的对面尔，足近的，因为你袂当好了我，所以呢，你这个道无法度契合，就远离我啦，就等于讲你离开我1000里远共款。所以远近呐，并毋是咧讲伊迄个人的距离的远近，应该就是讲你这个道心，你这个悟性。你若是会当好来了悟，就是甲我的道接近；袂当好了悟呢，虽然是讲真经来讲，我那是非常的远。六祖慧能大师所讲这个意思可以讲就是非常的有意义。所以一个人的迄个距离，人甲人的这个距离毋是完全伫咧讲迄个身躯的距离，内心到底是离开我偌远？这更加较重要的代志。讲好近远来定中好去。讲假如恁若是安尼，恁真远来，安尼有啥物款的路用呢？就是讲你真正远来遮听我伫咧甲你讲开始，但是结果呢，你伫我面头前我讲你听，你无了解，那等于远离我几千里，也那呢何必道理安尼？真正近来遮听呢，变成无路用。所以就交代讲定中好去，讲你听到我的话了，都要真正定中，好好去修毋通讲听了将无修，听了你无去了悟，无去体会，无去修行，安尼有啥物路用？所以要定中好去。讲一种文化弥不开悟，欢喜奉行。这个一种文化就是讲所有的这大众，我所有这大众听到法，就是讲听到六祖慧能大师的开始。弥不开悟，就是讲无一个无开悟。意思就是讲，个个听到慧能大师的开始呢，拢开悟啦，就欢喜奉行。欢喜奉行就是讲，伊的这个内心非常欢喜，就照六祖慧能大师所讲安尼来去修，来去行，安尼叫做弥不开悟，欢喜奉行。即嘛讲到这个所在就是将这个第六品完全解说了。最后六祖慧能大师所交代就是讲听伊的道理了，必须爱会记哩，爱会晓背诵，而且呢，必须都爱会当好来去了悟，来当了悟，时时刻刻呢，都是该做一回。但是袂当好了悟，虽然是讲在身躯边，也敢若像远离几千里共款，所以就爱因遮的人，大家好好照来去修行，这是忏悔品第六的最后的结文。当然，最后这段一种文化弥不开悟，欢喜奉行，这是结集的人所写出来，这毋是属于六祖慧能大师所开始的话。最虔诚听众，咱今节目时间已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，即嘛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最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